大家平安，又来到礼拜一，在当中，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也看见了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这许多的人，他们的许多事迹，也让我们看见尼西米，他在当中愿意来摆上的时候，上帝就要大大的赐福在这当中。当我们在看尼西米的时候，也愿上帝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上帝就在当中要祝福着我们，祝福着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。我要看见。求你降下同在，在你子民的敬拜中，求你显出荣耀，在你子民的赞美中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这时
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带领我们，拣选我们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就像你祝福在那过去的许多人一样，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要给他们看见的那些景象、那些荣耀。也愿我们的教会在当中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被你调望，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赏赐给我们的荣耀。主啊，愿主你就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更深的去经历你。让我们生命里面更有主你的恩典与慈爱，主啊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被你来更新，不断的被你来眺望，主啊，愿主你怜悯我们，愿主你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得着了安息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得着了加添的能力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加的愿意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恳求你带领我们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愿主你恩待，愿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9月9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5章第14节到第9节。尼希米记第5章第14节到第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一下默想今天的经文。在我做犹大省长的12年中，就是从亚达学习做皇帝的第20年到第32年，我和我的亲属都没有吃省长应得的食粮。在我以前的前任省长都是人民的重担，他们要求人民每天为粮食和酒付40银元，连他们的仆人也压榨人民。但我不这样做，因为我敬畏上主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重建城墙这件事上，我并没有置产业。我所有的仆人也都参加重建的工作。在我餐桌吃饭的犹太人民和领袖通常有150人，另外还有从邻国来见我的人。每一天我要预备1头公牛、6只肥羊和许多鸡，每10天我要供给1批新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没有要求省长应得的俸禄，因为我知道人民已经负担很重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着你的美意记得我为人民所做的一切事。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5章第14到第19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再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5章。当我们在讲第5章的时候，昨天的讲道里面讲到说，其实在当中人民过得蛮辛苦的，他们在生活当中很缺乏，然而在这样缺乏当中，他们一样着重在这上帝的工，依然在建造耶路撒冷城。而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缺乏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不一定会说苦，但是在缺乏当中又不断被压榨，或者是在当中真的过不下去了，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讲出来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让我们回来在这当中去看到说，尼希米他也不是不通人情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说他的处理方式不是自己在享乐而已，是跟人民一起在当中去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人民缺乏的时候，他就不再去收这些税，因为那边有讲到说他们连生活都出问题了，而在当中他们也把他们的田产甚至都抵押给人了，所以他们也很辛苦的生活，甚至他们还要筹措一些钱来给皇上。所以在这样这么辛苦的生活当中，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呢？因此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当他们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尼希米也跟他们一起去受苦，一起去经历这一些。他说他没有去拿那些俸禄，他还是有许多的开销。其实当我们人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还是有许多开销，然而这样的开销的过程里面，你要怎么样去做这许多的平衡？降低你的收入，还是去讨论该怎么样来处理？所以他们找了尼希米之后，有很多的调整。所以当人民跟他讲完之后，他去跟这一些债主去讨论说，是不是就不要再收这些税了，不要收这些，甚至释放掉，不要再拿着他们的田产，把这些还给他们，而且不再去要他们所欠的钱。所以当这样邀请的时候，当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当人心改变了，整个情境就不一样，他们愿意去接受。当然我们看说，不是只要求别人这样做，而是我们生命，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。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也是一样，他以身作则，他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他说，我做犹大省长的12年当中，就是从亚达薛西做皇帝的第20年到第32年，在这12年当中，他说我和我的亲属，也就是我们家族都没有吃省长应得的食粮。我在当中的生活，我是需要收入的啊，我做这样的工作是有需要收入的。其实你们应该要给我应该有的收入，但是我没有拿。他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拿这样的收入。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争的时候，很多人在说啊，他怎么样，他服务人民的，但是他还是需要生活，甚至他还是需要高薪。我们看到很多人，他们讲一套是做一套。有些人说他要捐出他的半薪，有些人要说要捐出他1个月所得，他要捐出什么多少。我们看到那些总统等等的，也都没有做到啊。很多都只讲而已。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，他说他要求别人这样做，他要求那一些债主不要再去追讨这些的，都还他们，把这些都清掉，都归零。然后他自己也是这样做，他说他就没有再跟人民们要那一些俸禄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很不容易，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做？当我们邀请人家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做？所以他说我和我的亲属都没有吃省长应得的食粮，都没有，并没有这样去处理。所以在当中，也就是他跟这些债主们都一样，而且他是12年都没有。那他应得的有什么呢？其实他讲到说，前任的省长，之前的省长，
是拿蛮多的，在他之前的省长是拿到蛮多这样的东西的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这样去处理的时候，是拿了这蛮多的。就讲到说，要求人民的粮食和酒是要付40两银元，或许是总数给他是40两，连他们的仆人也压榨人民。所以这当中他讲到说，我们家族都没有要，所以他们的仆人也不敢会去，也不会这样做。但是他讲到说，他前任的省长，他前任省长就不是如此了，是要求大家付给他每天40两银元，让他们可以去花，可以去挥霍，可以去好好享受。连他们的仆人也压榨人民。他说：“但我不这样做，因为我敬畏上帝。”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很重要。他这样在讲完之后，他讲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点：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所以我不做这样的事情。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所以我爱我的人民。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我知道大家的辛苦。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，我们都在说，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大能，在这当中去聆听上帝的话语，在这当中这许多的事情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这样去做？所以这当中，在一些行为当中、一些作为当中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同在。昨天听到一些同工在分享说，他们之前去上课，听到一个牧师在讲，当一个人行为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出他心里面有没有上帝。确实，在一些行为当中，在一些言行谈吐当中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同在，也就是他愿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有没有将上帝的话语放进他的生命当中。当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如此，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上帝与你同行？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很重要，就回来再看你有没有活出那美好的生命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嘴巴很会讲，但是生命里面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式都没有，并不是要做出那个样式，而是你有没有活出圣经里面的教导，上帝的教导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，我们一直在讲他的时候，是他面对很多问题，他就愿意祷告，先寻求上帝的心意。而在当中，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所以他面对到这样事情的时候，他愿意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争我自己的权利是怎样，我的权利是怎样，我有什么权？很多时候都在高举自己，高抬自己。我在什么位置，我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权。你要那个权做什么？就是要比别人高，别人要听你的，要做什么就是照你所说的来做。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就是那个权，那个利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愿意放下这些，他要这个权要做什么？就是要重建上帝的城，重建上帝的殿。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做这许多的上帝要他做的事情。而我们很多时候拿这样的权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自己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他说他知道，因为前面第5章的前半段在讲的是人民的辛苦，所以他知道，因此在这当中，他也愿意这样放下这些。他要别人放下，他也愿意放下来，他也不去争取这些，他愿意放下来。所以他说：“连我，但我不这样做，因为我敬畏上帝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很敬畏上帝，但是我们生命真的是如此吗？这是可以让我们回来反省的，回来思想的。有很多人都说我很敬虔，我的生命很棒，但是你看到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没有活出来。
但是我们也不用去评论别人，我们回来看自己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有活出这样基督的样式吗？所以对他来讲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敬畏上主，我不做这样的事情。”而他做什么事情？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开玩笑，甚至会这样去刁别人。他说他不做这样的事情，但他有做了什么事情？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他说：“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重建城墙这件事上，我并没有自产业，我所有的仆人也都参加重建的工作。”所以他说他专心在做什么？他专心在做的就是重建城墙这件事情。所有的人都参与在当中，我们家所有人都参与在这里面了。所以他重要是我不是在要你们这些钱，我也没有去买什么样的房屋，不是我赚了多少钱我怎么样，而是我的重点在于上帝差遣我做的工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很会讲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的心思都在外面。他说，他这边也在讲的是，如果他想的是自己的赚钱，想的是要自产业，要让自己多富有、多有威望，他想的都自己的时候，他的心思是在那边。之前也听到有人在分享说，你的心思在哪里？当你的心思在哪边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往那边想，你的敏感度就会往那边走。所以当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在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像我们之前好多疫情之前，我们那时候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同工在当中一起做，他们所看见的，就会开始看到那些新来的人，而这些新来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去陪伴他们？这些新来的人，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进到幸福小组里面？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思是这样，不是讲讲而已，而是真实的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期待把人带到小组里面，带到幸福小组当中，让他们听到福音，让他们进到教会，让他们成为基督徒，让他们信仰被造就起来。所以他们的心在那边，他们所关注的点在那边。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很会去关注在这许多的事情当中。所以你的心思在哪里，你会关注在哪个地方？在这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看见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走。你会关注在哪里？所以他在讲的是，他所关注的就是重建的事工，重建城墙这些事情。所以他不是一直在赚钱，不是一直在买房子，而是重要的是带领大家专心的重建城墙。我们家的人都参与在当中，我的仆人也参与在这里面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参与在过去那些人像以前那些人一样在压榨着人民。他前面讲的这些14、15、16节讲的这些，他都没有去跟大家拿他的俸禄，但是他也提到说，虽然我没有拿这些俸禄，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开销啊。他还是有很多的开销。他说，在我餐桌上吃饭的犹太人民和领袖，通常有150人，另外还有从邻国来见我的人。或许你会觉得，可能他很富有，可能他之前在这个王的身边也存了不少。但是如果存了不少，但是在这12年当中的花费，会不会把他这些都花光了？所以这当中，当然我们也很多人会说，他没有交代他的钱从哪里来。但是他这边在讲的说，他没有去拿这些俸禄，然后他每天依然有这么多的开销，甚至这些开销比之前的省长还要多。之前省长是自己在享受而已。他说，在这过程里面，通常有150个人跟着我一起吃，包含了犹太人民和领袖，还有其他邻国来见我的人。所以当中用我们现在来看的话，每天要开，用我们台湾人来算，每天至少要开15桌，每天至少要开15桌。一桌如果用4000块来换的话，每一餐要花多少钱？
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每一天都有很多花费，但是他没有收入，那怎么办？就跟人民一样，没有收入，但是每天还是有许多的开销，还是有许多的支出。这样支出讲到说，我要准备每一天都要1头牛、6只肥羊和许多的鸡，每10天要1批的新的酒。但是他说，我依然没有要求省长应得的俸禄，因为我知道人民已经负担很重。所以当中他做他省长应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要求这样的俸禄、这样的收入，依然有着许多的开销，但是他没有要求你们要给我应得的收入。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在最后这边讲到这一句话说：“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着你的美意记得我为人民所做的一切事，求你记得。”所以我这当中所摆上的，上帝都知道。求你记得我为人民所做的一切事，我关注他们。我没有像之前那些人只看重自己，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怎么样的决定，你要怎么样来走。其实在当中，我也看到很多的牧师，他们的收入也都很低，但是他看重的是我还可以过生活，我还有收入，我还可以为上帝做工。他专注在上帝的工。我也曾经听过一个牧者，他说他去到一个新的教会，在对谈的时候，后来当然他没有去到那间，只是在对谈的过程当中，也听到那边的长老只是在说，我们对过去的牧者很亏欠。他的分享是，这教会给过去的牧者是很低的收入，很低的谢礼。在这样很低的谢礼当中，其实很多时候到底能不能活得下来？但是他讲说，这样很低的谢礼当中，这个教会并不是没有钱的，他们并不尽然缺钱。也听过有些牧者说，我们专注在教会的事工，你们不需要一直想着要为我的谢礼增加，但是你们要更专注在上帝的工。当我们整个发展起来之后，教会状况好了，也不要忘记你的牧师。所以在这当中，很多的眼光我们需要调整，我们可以共患难，一起去面对这样的苦难。但是我们状况好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要一起来享受这许多的荣耀？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让我们去看见上帝怎么样恩待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恩待我们周遭的人。当我们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经历这一些；当我们拥有的时候，我们也一起来享受这些。在昨天讲道里面讲到说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是有那一种我们在新约教会里面所说的凡物公用、团契生活的感觉在里面。许多时候我们拥有很多，但是我们眼红别人拥有很多，希望他不能这么多，不能这么享受，自己可以享受，但别人不行。但是我们看到尼西亚不是这样的态度，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。自己能够享受，但是我们不希望别人能够享受。自己苦哈哈，也觉得别人一定要苦哈哈。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所看见的是，别人很辛苦，他也跟着他们一样这样子。虽然他是省长，
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你用什么样的心，在对待教会、对待事工、对待你的牧者。在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只会抱怨牧师都不关心我们，而牧师的需要，你也是不是也是一样冷眼旁观？然后旁边在那边讲说啊，你看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他有需要这么多吗？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也是彼此的关心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起同工。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这边很重要，在讲我跟人民一起同工，一起做，我关注在重建的事工。对我来讲也是一样，我期待我们很关注在我们要一起做的事情。所以许多时候在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同工比较重要，更胜于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谢礼。当一个教会不愿意同工，当一个教会不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当一个教会只是嘴巴会说，但是不会善待你的同工的时候，这教会很大的问题，都需要被修剪，甚至需要上帝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都经历到上帝很大的惩罚。然而，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，我们愿意降服，愿意一起同工，愿意去关注到你的同工的需要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这许多人所这样做的时候，真的很大的恩典临到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到尼希米所做的，你想到了什么？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。当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全然的摆上，他愿意将他所有的一切都摆上。当需要重建城墙的时候，当他当省长的时候，他看到人民的需要，他看到人民的缺乏，他不是在需要缺乏当中还拼命的剥削他们，而是在当中去怜悯他们，在当中与他们一起经历这许多的事情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也去经历到你的恩典，让我们领受你是丰盛的上帝。或许我们生命也会有一些缺乏的时刻，但也让我们在这缺乏的时刻去经历到主你的丰盛，主你所赐下的平静安稳。在我们去经历到教会需要突破、需要重建、需要重新的调整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愿意一起来走。我们看到这些跟尼希米在一起的这许多的人，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工作，愿意他们所应得的，愿意去放下这许多，单单的来依靠你，来跟随你。所以让我们生命里面愿意这样跟着你走，让我们生命跟着你走，去经历这一些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恩待我们，也祝福在我们教会，也求主你进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美好。而这活出美好，是愿意委身在你的国度当中，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做。你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跟随你。让我们一起重新建造这个城墙，一起带领更多的人回到主你的家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我们的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经历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